后来即摆若是到这个快筛站提出是阳性，拢是先转去厝等通知，才来病院做进一步的检验。虽然医生拢会吩咐这个阳性的民众，这2天袂使出门拍照，都要伫咧厝内做居家隔离。但是若真正走出门，敢有摘掉来降压力？华视记者独家访问到台北网甲在地里长，里长真无奈，讲拢无人通知里长，倒一个里民快筛是阳性，所以因根本就无法度帮忙来掌握着行踪。粪水已经伤多，无度处理，房东嘛唔敢黑白处理啦。啊，卡你伫办公室的时候，阮才知影讲，哦，还佫一个啊。倒一个里面快筛是阳性，这个蔡里长唔是头一个知影的，也毋过拢是头一个红妹。人来问咱唔知，啊，咱就佫去红妹啊，讲啊，你做里长啥物代志拢唔知。啊，你问我跋杯哦。新人快筛是阳性，无人甲通知，即摆医疗量能有较严，快筛阳性就先伫厝诶待2天，等送去病院。虽然医生有吩咐讲唔通乌白拍照，指挥中心嘛有公布厝内有阳性，也是轻症患者伫厝内要安怎照顾？来看患者变化，一个人爱住一间房间，已经若公家用爱消毒、挂手笼、接洗手等等，照顾完家己爱隔离14天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在社区拍照，也愈就愈好嘛。哎，这个照嘴上敢知？只有一个人啊，他肚子饿怎么办？不会叫外送了怎么办？有这个经营是不是讲？我咱了解一下，阳性你伫厝无人知，你也出来，哦，行了你回去，万不你确诊了，啊，叫你话着的这个人，毋是拢做无辜的。蔡里长拜托讲，报喜嘛爱报忧，或者是上了解里面的里长，会使了解第一手的消息。快筛就是要找出这已经有胃着病毒的人，唔通变成另外一个乌洞。大家拢毋嘛讲，大台北的疫情会使赶紧消停。